五顏六色嘅燈光效果，可能有人覺得好誇張下，喺飲宴啊或者係開派對先至會採用。但係其實喺屋企營造氣氛啦，燈光就可以話係重要嘅一環。如果再配合埋智能系統，仲可以慳電添。大潭紅山半島單位擁有對流窗，露台望到大潭港。景致單位面積1567尺，長型嘅客飯廳格調高雅，用咗立體而帶有歐陸感覺嘅天花線，地台同埋牆身用咗仿雲石紋嘅物料，價錢唔比雲石平，但係就勝在硬身，比較襟用。為咗令到睇電視嘅距離唔會太遠啦，咁設計師咧就喺廳嘅中間做咗呢個半高嘅電視特色牆，就唔會上到天花㗎，咁啊令到咧嗰個開揚感咧就會強烈一啲。咁啊睇埋後邊啦，亦都係有玄機㗎，咁啊就有一排嘅座位，咁啊方便業主咧可以喺度換鞋。電視牆背板嘅其中一面撩咗個窿，俾戶主放置影碟。咁飯廳擺放圓形嘅餐台同埋飾物架之後，都唔覺得壓迫。亦都揀咗幾款感覺類似嘅吊燈同埋壁燈。業主咧希望客人嚟嘅時候咧個氣氛可以好啲咧，咁所以我哋介紹咗佢哋用呢一個智能嘅燈帶，咁咧就可以喺電話嗰度做到調節嘅效果嘅，例如係咁。除咗呢個可調節嘅燈光系統之外咧，其實咧我哋仲有呢一個節能嘅 system 喺度嘅，只不過係用咗你主要嘅電力嘅20% 嘅啫，又可以做到環保嘅效果。玄關嘅側邊有一組大型儲物櫃，再入啲就係開放式廚房，設計都幾特別。星盤位係凹入，而雪櫃同焗爐咧就突出。咁聽下設計師解話點解要咁做先。嗱，聽聞成日見到廚房咧好大啦，亦都好深啦。咁啊，原則係咪咁嘅咧？其實原則唔係㗎，原則嘅話其實後邊係有兩幅牆喺度嘅，但係我哋而家將嗰兩幅牆打通咗咧，就令到佢後邊嗰個廚房個空間咧就會大翻好多。咁再加上咧，我哋咧嗰個廚房嗰個台面嗰個形狀咧，係根據翻牆身嗰個凹凸嚟做嘅，放翻啲焗爐嗰啲。係啦，放翻啲焗爐啊，同埋雪櫃啊嗰啲咁樣。但係焗爐係咪即係需要咁闊嘅空間？需要㗎，因為你後邊嘅話要有翻佢嘅足夠嘅空間俾佢攞嚟散熱，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有翻嗰個闊度啦，佢哋先可以做到咁樣嘅效果。咁所以就一粒一突啦。係啊，所以就會一粒一突。女戶主話啦，最中意拉出嚟嘅調味料櫃，入邊藏有條子型嘅燈，方便佢揾嘢。而弧形嘅抽油煙機亦都幾有時尚感。單位嘅走廊亦都配合造型別緻嘅壁燈，走廊通到去3間房。呢一間房嘅設計咧，個風格咧就同出面成間屋嘅感覺咧就唔同嘅。咁因為呢一間房咧就男主人咧就想用嚟做工作嘅地方啦，同埋係一個佢嘅私人影院嘅。咁佢就比較中意一啲工業嘅元素啦，咁所以咧就會你見到我哋嘅牆身咧就會用咗水泥嘅批盪啊、水泥嘅顏色啦，咁同埋佢嘅傢俬擺設咧都會帶少英國風咁樣嘅。工作間上光猛一啲，設計師就用齊射燈、盒仔燈、燈槽同埋路軌燈。另一間客房窗台上面訂做咗梯形可以伸縮嘅書台，其餘嘅家私就唔多，只係得床同埋衣櫃。最盡頭就係戶主夫婦嘅睡房，一列長形嘅梳妝台冇放置一面大鏡，反而就做咗一幅特色牆。衣帽間本身就喺房同埋套廁之間，有啲暗。呢幅牆咧原本係石屎牆嚟嘅，咁我哋剝咗佢之後咧，就最主要想
做翻一個玻璃，咁令到佢個 walk-in closet 裏面咧係可以攞到洗手間裏面嘅光，做翻呢幅牆嘅。浴缸位置咧就係根據翻女主人嘅要求啦，咁佢就想要一個類似日式溫泉嘅感覺，咁我哋就用咗磚咧嚟同佢砌咗呢一個浴缸出嚟咯。主人套房連埋衣帽間就用咗超過26萬，係分區使得最多錢嘅地方。呢個單位清拆、泥水同埋電力工程開支比較多，一共佔咗近30萬。全屋總裝修費近157萬元。